寶珠王者蟲キング。今集介紹一隻喺香港冷門到幾乎可以報失蹤人口嘅甲蟲——木油尾指超形蟲。作者大概喺2006年前後開始接觸呢種蟲，正正因為呢種蟲唔算熱門，公開資料少得可憐，所以呢篇經驗文就特別有參考價值。第一個重點係配對節奏。作者安布老師提到，雌蟲有時會好快轉入產卵目，但如果前面配對唔夠完整，最後就好易變成忙咗一輪，結果零。簡單講，冇一心急就送入產房。第二個重點係產房設定。呢篇文唔係教你砌豪宅，核心其實係以產卵目為主，再配合穩定細緻嘅底材環境，等雌蟲可以安心落卵。第三個重點，亦係進階玩家最要留意嘅位，就係卵去到初齡幼蟲嘅管理。作者會將幼蟲分開養，而且初期容器唔會一嚟就貪大。呢個觀念真係好重要，因為細齡幼蟲最需要嘅唔係豪宅，而係穩定食圈同低風險環境。最核心嘅進階觀念就係羽化尺寸唔係靠不停加大菌坪，真正拉開差距嘅係你有冇令幼蟲喺頭2齡食得順，3齡後節奏穩，仲要盡量減少唔必要嘅換環境壓力。所以總結嚟講，呢篇文章最值得學嘅有3樣：第一，配對要睇成熟節奏；第二，產房講求穩定多過花巧；第三，幼蟲前期管理先係決定後面羽化質量嘅分水嶺。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